大家好啊！喺月初嘅時候，我同一個中學嘅同學去傾下閒偈，我哋傾開講寫長句子嘅方法，然後我就同佢提出就係掌握文法呢一樣嘢啦。咁點解掌握文法可以令到你一啲用家或者想寫作嘅人可以寫長句子呢？以下呢一段 PowerPoint 嘅顯示就會同大家講下點樣可以寫長句子啦。先講講點解我哋要學文法。學文法常見嘅謬誤有：一，只係識填 MC，學生只係靠操練，唔識實際運用；二，只記三親單數、時態等，忽略其他嘅文法，覺得文法學其實就好簡單，冇乜作用。另一方面就係死記規矩，就唔理語境，只係背公式，唔知幾時運用。四，忽略詞組、片語嘅結構，就係學單字而唔學啲 phrase，令到文章嘅結構難以成為一個複雜嘅文章。五，認為文法唔太影響意思，大概只要明白就 OK 啦。長遠而言，會影響我哋嘅對文章嘅精準度，尤其喺寫作、考試同埋專業交流等等。講完學文法嘅謬誤之後，我哋就講講學習文法嘅五大原因。一、寫長句子更有邏輯；二、表達更精準，我哋可以避免咗一啲時態嘅錯誤等等。閱讀理解更快，因為了解咗閱讀理解嘅主語、動詞等等，我哋就明白咗邊樣做乜嘢乜嘢，一層一層咁樣去睇清楚嗰個句子係講緊啲乜嘢。另一方面，學習文法嘅原因仲有寫作更有說服力，譬如我哋加啲增強語氣嘅生字，就能夠令人哋明白嗰一樣嘢嘅嚴重性。仲有口語就更自然，因為我哋已經寫慣咗啲順暢嘅句子，咁喺講嘅時候咧就唔會產生咁多錯誤啦。想講講多睇多讀係唔係可以幫助寫長句子呢？多睇多讀的確可以學一啲生字同埋片語等等，並且能夠增加語感。但問題就係多睇多讀並唔能夠幫助讀者去理解文法中其中嘅關係。講下句子嘅結構，句子係由主語同埋謂語加埋一齊，就係一個句子啦。主語嘅英文係叫 subject，謂語嘅英文係叫 predicate。咁主語係乜嘢咧？主語就好似有名詞啦、名詞、片語等等，而謂語咧就等於動詞，後邊再加一嚿嘢，嗰嚿嘢可以叫做補語或者叫做修飾語。首先要了解一下喺主語點樣增加元素，以下一個小測驗。首先喺 predicate 一樣底下，我哋有三個句子，
係點樣增長佢喺主語嘅長度。如果各位睇得明嘅話，咁就非常好啦。唔明亦唔緊要，因為我哋之後咧嘅部分咧嘅片段咧，我哋都會講解點樣去加強或者話增長主語嘅生字。下課嘅預告，下課嘅預告係講增長句子主要嘅方法之一，就係加長主語啦。我相信各位只要打通英文嘅任督二脈，增強英文嘅功力，就能夠稱霸英文嘅武林啦！哈哈哈哈！